海柏風572尺，3座 B 室，呢邊有個玻璃廚，飯廳可以放個4人飯台，客廳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，前邊有個露台，對住就係山景同埋遠處嘅海景。洗手間係名廁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可以做儲物室或者工人房，有冷氣嘅，對住係山景同埋遠處嘅海景。第二個房間對住係山景同埋遠處嘅海景。主人套房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呢邊可以放個雙人床。咁佢有角窗特別光猛，對住係山景同埋遠處嘅海景。